300塊。YouTube 嘅 feel 會live 係應該是 live 啊。我看到。阿貝，誒，等陣。喂啊，喂，我幫佢掉。啊，有。OK。Hello， 有聽到。啊，我靠明啊。OK， 有聽到明啊。OK， 等我撳落聲就先。OK。係啊，各位聽眾，我再歡迎人到嚟收聽本來學嘅節目，我頭殼個底。這禮拜咧，我再歡迎我人因為看到我新嘅麥哦 ，actually 3禮拜啊，講未叫我新嘅麥。個水你看我麥，成個古靈館咧一罐。感謝各位聽眾，我再到嚟收聽。我哋這禮拜特別嘉賓是裝呢，這禮拜特別嘉賓咧，啱啱個有林娜子，歡迎林娜子。แล้วก็ไอ้สิไปกี่คุยดิเสีย sorry 講句講句 hello 句我ไปกี่คุยหน่อยเสียแล้วมันน่าจีก็hello ก็ดาวเก๋อ Hello。ก็機關槍會冚咩 camera 啊頂機關槍คุณน้อง名稱啊แล้วก็เอ็งก็จองHi，大家好。แล้วก็我歡迎對來我 producer 對來啊489伊賣完啊，定住佢那裡季節冇來啊，極閃啊嘛，我家己做噶啦，定住禮拜派面㗎啦，派嘅了定季節是啊。係是啊，還是我冇病多 positive。嚇，你條病我冇病多，我唔知喎。當今我 OK 哦，當今我 OK。對哦，冇病多啊。哦，你按照你去大卡古經哦，你去大卡古經哦。哦 ，feeling 是安怎啊？伊 feeling。我是冇 symptom 咯。哦，你少年嘅。哦。你按照係齋掉你去 test 嗰時是我嘅 housemate 叫 positive，then 我嘅 landlord 叫我去 test 咯。哦，你個 test 掉。本地是 negative，then then 做第二 test 做 positive，第二道做 positive。我是想早咯。哦，แล้วลูกจะไป去 quarantine center 去古經啊？是搭幾多處？本地是多處，then 政府就講愛去 quarantine center 咯。哦。我第一邊4節。哦，冇關係啊，冇啥，定住即落地車上個時期，較久嗬，落地車一禮拜啊。呢樣是屬 from 嗰個 test 節，10節啊，until 嗰個 end 咯。你去嘅時，安怎樣 special 嘅車嚟載咯？ambulance 咯。哦，你要包滷抓狼呢，成日打包呢，喺度。冇啦。誒，做咩樹一條大嚇，上面大面大。特別。啊，啲你看嚇，安怎嚇？because 係水處政府是唔是？當今政府是講古早依人互人大厝 quarantine 嘅時，較濟人逃走。上加逃走。哦。當今依人都無好了。哦。你個位大安怎款啊 ？OK 無啊？就亂咯，我聽講就亂咯，特特喺報告時，叭咧嚇。玩呢亂啊，上加治療好，then MESAB 啊，就等呢邊。哦。呢些搞邊車？你送喺本路咧。我嘛普吉㗎啦。你送喺本路咧。係咪 ？Sorry。我送喺本路咧。sorry，冇明白。你成個都sungai buloh。sungai buloh hospital 啦。sungai buloh 嚟講sungai buloh。因為啲area 佢sungai buloh 較近嘛。冇啊，唔知呢樣啊，市政府家己舊嘅政府政府係咩？sungai 咩舊嘅講？我說呢個 hospital sungai buloh。唔是，冇去 hospital。幾時冇講啊？冇講。我聽到sungai buloh。頭期。那個水呢？因為我看你食咩？我看你食咩？你食麵。
哦，我啊，幫咁啲啊北鹹啲食咪咪。 ，Indomie，哦， Indomie，誒你頭毛嘅長嘅度嘅。搞啊，你卡串啊，咁嘛哦，好彩是無 symptom。有咱若是講有 symptom 嘅人啊，嘛是真正伊啦。雲吞。冇他病嘅 center 內面較濟是無 symptom 嘅嚇。有的人是有先等等真啊愛困咯，伊個上加真啊發病啊真啊變嚟款咯。但我甲我嘅 housemate 伊人是無先等嘅啊，哦，等會使對。你無發燒無北行無空考咗隻完全無，唔知北行。哦，你朋友無 housemate 無 symptom，你佢會再去 test 嘅。安怎啊？要 expose 到別人數啊？啊有。哦，叫 exposure，伊 expose 着伊嘅朋友，then 對來厝嘅時，去 test positive，巴如甲我嘅landlord 講，我嘅 landlord 度 message 我人咯。安尼看你們是驚，我哋是講你無 symptom 啊，你去參人啊，你參到你掉 symptom 嘅人咪是即啊即啊。嘛就是講有嘅 case 嗬，伊成日講伊約伊出來食飯啦，然後伊家己無 symptom 嘛，特別喺你食飯，探伊食飯嘅人嗬，所死去喎。係啦，是就是講即啊。啊，是哦，即衰哦。啊，但係有一叫是唔知賣蝦米飯嘅啊，你做工做甲死，係咪做工是做工掉病，我冇病毒，伊唔知講。哦。你看發燒啊，the next day 死啊！哎呦，伊是未學過嘅。我未記得。被衝開。我冇甲讀到就兼第四呢啊！伊個即個衛生部門講啊，即個印度嘅即個病接嚟馬來西亞了。你講有可能伊人嘅14日啊，愛換去21日啊，因為伊頭嘅時啊。也 miss 掉。3道嘅 test 個 still 被 test 掉。哦。你也未掉。哦。啊，你特別隻 test 掉啊，18點鐘內邊有人死嘅咯啫。有。真正咩啊？知道嘅。啊，安尼樣嘅啊。三杯加鹽糖杯original 嚟咯。你講 even 你哋英國嘅病毒變形嘅啊，加即係咩個本嚟香。South Africa 啊，非洲。即係印度嘅香啊。而家印度人濟人都知哦，伊苗得正濟擺啊。哦，因為我見，但係我未plan 過。我拉網嘅我一個 uncle 啊，伊個班長輩又好似係即係馬來人嘅哦。我冇看到伊幾哪禮拜啊，我把家幾日前看到啲 Facebook 啊，人講伊過身了咯。哎呦，個線，個線。誒，安怎毛毛菇哦？我冇看過是毛毛菇嘅查某嘅笑誒。哎，茉莉。伊唔是毛毛雞啊？毛毛雞。咪咪菇，即係咪咪菇。水咯，就叫做誒，你是咪咪菇，攏若是要再看咪咪菇咧，但係咪咪菇就啲clubhouse，所以但是攏會參加 clubhouse，攏特別同調啊。actually 我係只 episode 嘅 show notes 有一隻特別嘅 link，你 click 入邊嘅嚇，你就使接嚟啊。嚇，等，我學攏看，等嚇，你見唔到啊？你見唔到我學攏看，這是咪咪菇嘅小英。水啊！哎呦，太水呢！咪咪菇，哇，水咯！tahan ka lupa. Lu boleh Adon, gue video freeze ya. Why video freeze ah? Tamai, today. Victoria Support today topic since Secret Victoria and si Ha, Victoria. tio. 快廿你想嚟出嚟。 Okay, stand by. 等我話喂，你特別情嘅喺你林面山下，等我看喂。要一個小英真正 sexy 嘅。哦，等陣我看 video。做咩做到 freeze 啊？成時。就啊，等我看下。我話就對 camera。計水呢咯，毛毛菇。你話接嚟接邊啦。茉莉。茉莉。咪咪。人叫佢茉莉。咪咪菇。Go，當然個冇。冇，我 still frozen。Still frozen 㗎？哦，等我 try 下嚟，我 stop 嘅 virtual camera，佢 start 等下。
OK ，OK，咱講到啲正話題，但係未話佢 still free 個，係畢竟咧，攞去看 YouTube。แล้วanyhow 我會講了，特別嘉賓個會講了過呢，但係講到未記講到你我冇辦法啊，只間489，so 489個嘢識撞啊，仲有冇講過啊？喂，computer 嘅 slow 當然。阿媽講我減結棍情。佢住佢哋。聽入邊要住講話啦嘛。同埋是489。489講係咪？I think 講了啦，嚇不過垃圾阿三垃圾歡迎。阿三垃圾入。แล้วก็結棍情講啦，冇會娃娃，個會娃娃歡迎。Hello， 大家好。我咪講林面曬地球知道，แล้วก็英國店冇講過英國店，應該人就走去啊，แล้วก็ Clubhouse 上面加共歡迎。Hello。แล้วอันนั้น英國店冇對啦，英國店 ，Hello。你叫啊？咁我介紹你，แล้ว 哦 ，Hello， 大家好。我บอก介紹加共啲กับช่วย。แล้วก็บ่หมอแปะ歡迎กับช่วยเขาบ่หมอแปะ歡迎 Hello， กะละลังโฮแล้วก็หมอมิกู Hello แล้วก็เบสไซกอง Hello จับป้าบ่อยแล้วว่าจะแล้วก็ปอแกมตี我其實未記做一個就做 mod 但我做 mod 還是但我都走幾 episode 都走去啊，到對嚟是冇咩，我冇一定冇做到條 mod 啊，冇乜白，畢竟舊啊，咱有半劍店㗎，別使講可能鬥下超啊，會使啊。了即係禮拜我咪講南面山地球，我冇講半劍店嘅，講咗未？講了。OK， แล้ว我落埋，我佢講我直接瞓咗落埋啊。我特別吹人鬥下超啊！我 distracted 嘅時候我就落埋。個未講南面山地球講過一定到時就講過，特別人要求佢俾講過到南面山地球，所以我俾妹我再講大波嘅地球有無相關啊，也無相裝嘅地球啊，แล้ว我會再講讓本線情嘅不情過按照款嘅地球，แล้ว都暑假情按照款地球。好，係你不如就掉我冇俾多人講。我開始啊，係啦，就啦。對，好，你開始來，你暑假情按照款嘅紅布，咩？情打住講係地球。係咪？你暑假情按照係地球，你係咪興？你講下你冇再講冇成款嘅咩？早細漢嘅時是情伊嘅 brief 啊，上加三家興啊，家興嘅，等把頭前有開嘅，頭前有坑嘅。冇開。OK， 所以是叫做頭前有開嘅時候就講。上家就係頭前要是一個坑，你有你走出來嗎？冇咩？我哋地球頭前有開嘅是 Wi-Fi 咯。哦。แล้วแต่พี่กูปุ่นเนาะเลยเตะเขาลูกกูปุ่นจะเลยเย่ปีอ่ะอุดสั้นเตียงกับเก่าเลยมาเดียว from needy to hipster to เขาเลยก๋วยเตี๋ยวสิ่งเราใส่คอเขาเนี่ยมาใส่คอ特別安怎看邊啊？是安怎講？你是講伊就是腰落架去卡推下邊，伊看作燈下下邊。下掉看作舊啦，看作舊。แล้ว三角殼咪是隻蕉嘅咯，對。三角殼咪是。三角殼一般三種咯，伊位嘅是真隻山嘅。真山嘅了，就中了就背咯，背嘅是我叫做老細殼。本是三角殼嚟本呀。都是三角殼嚟啊！是講伊唔是舊啦，伊邊一個舊。哦，做咩是叫老細殼咧？就我係 bra 咯，伊只一個 hook 內 hook 晒 hook 嘅嘛，晒 hook 個舊嘅咯。咩是個背？我冇 understand。你是上啊？你是唔是講上個講到啲？即係搭波嘅殼下。搭波嘅殼下。即係搭波嘅三角殼。特別 keep 個腰嘅位啦，時候。伊是講 from 三角殼啊，還是你成個老細殼嗰種，伊是 from 你大仔嗰邊冚咯，但所以伊個舊咯。
我而家慣你呀，佢哋是整個留款嘅三角褲呀。啊，係吉嘅啦，以前係吉。要 high cut 要 mini 要 hipster 咯，要沙裝。哦，最少都叫老細婆咧，都冇明白講，最少都叫老細。一隻大地樹啊！一隻大地樹咯。一隻情林冰嘅呢啊！sama teko 係實地晒。你個變特兜佢哋老細褲，佢特掉是 white front 嘅。哦。好是咩？哦。你 white front 啊？你別，OK，但其實我問佢一間呢，有一間489你是穿三角褲，細漢時是穿三角褲then 最近我是較suka穿 boxer 嘅。哦 ，boxer 是成馬煙通零零嘅啦。boxer 是零零嘅，還是暗暗呢？暗暗是 boxer brief。Correct 哈 ，boxer brief。tapi lu 這是成個 boxer shorts 啊，boxer brief 較型啊，then 你別成日講你穿褲是你係 bunch up 呢一彎的那邊，你掉咯，我就成日問。對啦，未必細隻嘅樹啦，人大隻嘅樹啊，嗬！你成日，我感覺到你穿 boxer brief 時，你翹你褲起來嘅時候，你褲你 boxer 嘅卡人褲卡邊被塞起來，然後咧尖就啲女你照女，咁了尖先，你就酸酸啫啊！有時有這個時有時壓到，伊按了壓到都滑跳。特別你暑假穿是係咩樹？你零樹啊？00啊。然後你照邊叮當係啊？你照女被跑跳來跳去啊？你未成日講呢叮當咩？情是那是100部 support。冇安尼借啊！你靠安數呀？你靠呢邊，你夾排死。你夾排死。你會 train 可能是目教龜頭大漢嘅，就夜底龜頭大漢嘅。你平常我成日講未爆了，呢條情零嘅，所以一頭走出嚟嘢。偷看啫嚇。你個喺邊啊？你講最近啊？你講最近是成個是哪年㗎？還是？I think 是上個3-4年安尼款。3-4年前甲換啦。你是安怎做咩事想到要去換咧？你是感覺到無？情有無爽了，什麼時候眼啊？上面了，你家己隨無相款。是那眼then有時那是。被搶開。一招獎。我也是安尼講咯。哦，你只抓是被一隻翕呀。真係翕哦。哦，所以特別糖烘能冇，伊特別會開糖啊，會梅，依個係糖烘。真正糖烘咩？其實。Because it already， 你成日講啊，你叫你扛起來就成個一彎安尼款啊嘛，所以嗰邊就 already 成個真正未抓咩，我 feel 到會抓。特別我感覺到穿 boxer 是冇穿褲時，你穿咗 boxer 就 comfortable 咯。然後我是感覺到。我啦看以前有咩褲啦。所以你穿 boxer 佢使穿 short 數嚇。哈，然後你穿，然後你咪是你指條看一陣淋冰碰碰嘅呢入邊。冇安尼碰碰啊！咪變咗情羅條褲，我哋意思了，安尼款。特別零嘛，一件嗰陣時咪是紅嘅了咯。然後佢走嚟走去，之後佢 free fly 飛到啲招笑啦，招人啦。你成日穿 jeans 褲就做了。特別嘅 jeans 冇掂到安尼眼嘛。你可以穿 jeans 領。OK。伊唔是穿 skinny，伊唔是穿slim fit。唔是。以前 freedom fit， 伊只有會背。OK。你只有教你嘅卡達烏小狼哦。哈？
什么意思？你是阿 John 嘅話，因為一般就是搞頭卡。唔是斑蕉啦，苦啦，斑蕉。哦，你是講我去你去砧板嘅時，伊嘅你 rubber hose 啊。哎呦，哦，苦嚟，OK，卡了。塔烏是你，了啊，卡塔烏是你。即個OK，我聽查甫誒，查甫藍面衫，個有無相款嘅嘛？查甫藍面衫啊，藍哪子？你是個按照款嘅藍面衫？我諗即係 MCO 啊，你冇用誒內邊衫係咩啫？嚇 ，bra。嗱 bra， 我冇可能咁睇情 bra。你一頭面前啊，你冇去拄啦嘅時候。是啦。寫到落面背 bra， 面細 bra。對。誒，了，你無情啦嘛變老老。係啦，我真係細呢，唔係老啦。哦，特別，較濟到厝就冇嘛是到厝時 comfortable 無見人，甲เรา出來，甲人是你本是無穿 bra 啊，是你有個人穿掉嘅。有個人穿。是咯，就是就俾落樓卡，我大 condo 嘛，有時就俾落樓卡夾物件，人家講有物件嚟 deliver，OK， 得，使我去穿 bra 先。OK， 你就揀你講計講啊！你就等我等陣我穿 bra 先。我講出來啦。我想你講啊，等我使八戒，bra 就講啊。我 bra 咯 ，jolly 啊。啊，pakai jolly dulu. Orang cerai lah. Lu is kuih. Tunggu sekejap lah. Kami game mau Ini orang sale, kami sale juga. Lu hook au kuih. Oh, lu hook lu cao, au boleh cao. Oh, noli ni lah. Noli. Oh, so i是看你是大仔你夾咗咯。你伊無相級無相 size 啊？冇啦，有誒冇啥咧。你是唔是講伊後 A 加甲 B 正少？哦，我知三膠嘅，that means 伊是上加大班嘅，然後第二個膠是幾條，然後是米粉嘅是一個膠嘅。伊後尾就。人是講係咪？就是成個 orange 啦，還是女啊？我係是 fried egg。真的，特別我問啦，講穿藍面衫嚇，你若是講真女嚟講，你咪是你較 free 咯，冇穿藍面衫嘅本嚟更好。我感覺到若是講你若是只大粒嚟講，你若是冇穿藍面衫，係是搖來搖去啊，逼咗人。你見到行緊斜講人叫你頂過去是把咗人。biar saja lah. Lu tua lu memping sengku lu kia掉一下档lu na gravity pull 小一下档。啊，你特別有 support 啦。你特別有 support，上面就特別有 shoulder strap 嚟 Q 一個 support 一件的，起來阿波。是咯，然後你 strap 一個背嘅咯，所以 that's why normally 係是你穿啲嘢啊，你特別是曬膠咧。阿波你冇膠 support 嘛。哦，我聽講嚇穿 bra 會交下手，藍面衫會打下手你有骨嘅，往時大，那是你大粒嚟講。posture 係數。哦，所以你當咧，你頭前嘅嚟看，你是變做你 shoulder 壓落嚟，你看是唔是啦？你hand 出，你hand 哦。even 你免講大嘅咋，是講你是夾 A 啊，對上嘅呀，你冇前嘅啊，成日出到 sport 時人啊，你嘅 posture 冇水嘅啊。哦，我看是看人咯，有個人成個人成個看到家己成個較大是蝦米啊？你變咗你成個有查某講管啊，人嘛成個愛穩固淡薄，講做家己較嘅你看咯。我咧感覺有家己上大嚟講，伊對身軀就較較冚咁呐，伊咪人成講咪拖出來上濟，伊變做成較呢。
南面衫OK， 我學別人講是南面衫即個半鹹店，南面衫有做一無相裝嘅話，就係講有呢個有 T 恤，有呢個有 N 恤，有成個 sports bra 係 T-shirt 呢款係種。對，有 T-shirt bra 嗰隻是邊 like flat 嘅啦，伊有 padding 淡薄，特別伊無 pattern 嘅，像我就講伊無 lace 係咩 ？because 佢哋是你穿 T-shirt 是攞嚟白白咯，所以伊無 lace 啦，伊無成個。伊無呢係線咯呐。伊無呢係線，所以特別伊有淡薄 padding 咯，所看。แล้ว你有客成個較大細人穿是，隔日人會使穿嘅咧。有蝦米 size 嘛？有嘅 T-shirt bra。我那是查某，我就是穿 T-shirt bra 咧，我感覺較 comfortable。係個型啦 ，T-shirt bra 是個型，呢是。像平常時成到厝那款咧，會人較就是穿 T-shirt bra 啦。看啦，都穿啊種係衫。是講我咪穿，我咪穿。當今只興都真係咪係你Razorback 無 wire 無咩？哦，對，係你 actually stay 好嘅啊。係你 lace bra 上個。伊款係 a bit like 像 sports bra，特別伊是面是像 sports bra 嘅顏啦，伊是 lace。sports bra 是安怎啊 ？sports bra 是成個 spandex 嘅 material 啦，伊索落安條。特別看呢 sports bra 有分嘅，還是看你 activity 嘅，還是講你是 runner， 伊是你 motion 到跳起跳落位啊，伊就愛驗了你個眼咯。from front 啦，也索你個眼咯。還是你是去到 basketball 嚟啊，還是你做 side to side movement 嘅嘢喎，伊就邊啊伊 support 到啲邊啊嘅。按照你曉呢隻，你是定到 Nike 是做 Nike 是。我下個 before Nike 點先我 design bra 哦嘟嘅。貴啦，係制嘅咧字。貴啦。別貴啦。了你 support，that means 伊 support 是嘅，較索。手令嚟係你 region 啊，係你 area 對唔對？真係壓你係 sports bra。sports bra 是成個 Spanx 呢，穿 Spanx 呢。A bit like that 咯。Nike 嘅是地好咧，啊。嚟 for 話啦，我 Nike 嘅 sport 就未見㗎啦，是 for 話地好嘅。然後個白行咧，個白行成個做咩事有咧有。我知伊直直是無上 application 嘛，做咩事要穿，做咩事 wire 是係咩事啊 ？wire 是 support，但我想唔到安怎 engineering wise 安怎係 support 伊。underwire 伊 underwire， 伊是呀，就係古早嘅 technology。伊是較古嘅，伊未聽字luôn咩？你 breast。哇！未只聽伊 rib cage 位。rib cage 位。我冇熟 underwire。特別 but what is the purpose 啊？做咩事你要穿 underwire 是 for what？ support 係咩事？成個一河擼起來嚇。something like that。伊個 stiff 啦，伊 shape。我明白啊 ，because 是伊布是包掉，然後那是伊 only 布嚟講，伊流落，伊推落去，成個架流落去，所以 support， 所以伊劍掉。我明白啊，成個人掠下咧，我 imagine 是成掠 butterfly 嘅難會綁咧咯，伊特別有一個鐵了，伊個有一個成一個龍咧，伊個structure 明白。伊個即係屬伊個。stiff 較定啊 because 你ตัว了เล่นตังมา你เล่นตัวตังมา所以because 你 strut kill 起來伊會底有個 firm 嘅 foundation lift 起來咯好掉是啦了伊是唔是大裝唔是大裝本有T 線唔是，伊是。當佢 T-shirt bra 當佢冇 wire 冇啊。頂到有啊，頂到嗰粒有 wire 啊。係了個借有嘅 underwire。個借 bra 有。了 wire 我再講往時 Apple 會彈嘅咧是有影唔影？我聽講啦是 Apple 會彈。冇啦。Apple 冇彈嘅啊，你驚你 scan 嘅 metal detector。我打穿 wire 嘛，冇彈嘅啦。冇啦。แล้วอีสิอันจ้าโมตันเนี่ยอีสิยังสิ program for อะไรอีสิ material 冇啥 wire 嚟就冇อี唔是像 wire 鐵 plastic 啊อี裏邊像 plastic อันนี้款嘅咋特別一定嘅嚟อี款就係鐵啦特別唔就係 material 嚟
走出來一張 plastic 淡薄你看嘅。แล้ว你會讓啥 uncomfortable 啦？我感覺到，一想擠掉你呢？別啊，你關係啊。所以係你圍起啦，特別嗰隻是別啦。所以要薄啦，要薄包掉咧，應該是，所以別想講吐入去。特別會人感覺 uncomfortable because 佢個 stiff 嘅時候。你冇咩叮當，佢夾抽起來，你看下，你夾抽起來是伊會走起來，佢 bra 即刻走出來。除非你是 airport 會零啦 ，airport 零 so maybe 會咯。但係你 airport 那你都免穿 underwire 咧。是咯，你 flat 你都免穿 underwire。แล้ว特別 actually 除了伊 underwire 啦，伊正 support 都係 comes from 伊 strap 嘅。伊 go through 櫃內 shoulder 嘅 strap，แล้ว個邊啊位看作舊作薄咗呢，所以咁了三項物件 function 啦，就是正要緊。แล้ว咱人這邊啊，咩啊 Southeast Asia 人真係濟查某啊，較舊嘅牌啊，但係都穿唔掉 size 啫，係得伊夾穿掉，特別伊 width 樣買唔掉，啊無就是夾穿唔掉 width 買掉，啊無是攞你咁了唔掉。我是有攤 look 起嚟 departmental store 有加入鳥嘅咩？伊有加入鳥，特別正濟個小加袂好勢，像個當今賣鞋人 sport shoe 嘅人哦，特登叫你買準白你暗啊，買嚟袂使啊。你特別一支針哩？用你一支針哩嘅正價係weight啊。所以伊個 line 都有嘅，特別正濟人個 still 嘅個。咩啊？較高檔嘅啊，但係到好你穿唔掉曬，即係 step back 是多經過樣，還是個 step back 是穿嘅 underwire 啦，個穿 padded 一架 push up 嘅嘢，哇！真係頭痛咯，細細漢你穿翻嚟啊，你舊家你過咗幾廿年啦，你只頭你嚟面曬，點先啊？你 breast 是 shape 派啊咗，因為你 breast 係冇 muscle 嘅嘛，佢攞係冇嚟嘛，所以為你去 G 啦，去殺呀，去做一大堆啊。變咗伊人看頭殼，無在了看天樣咯。伊啱。push up bra 所以 actually 真正無好，特別是查某囡仔 teenagers 啊。你是講穿嘅咧有線，有即有鐵線像 push up 嘅，push up 係咩？push up 係咩？push up 要係成個 extra padding 咯，好你浪高較淺淡薄。伊 push 起來較重有，我想到講 push up 是你做 push up 是穿嘅，到底。冇啦，伊實起一個實葉啊，伊攞柄實啊，伊實一啲個實邊啊，所以你浪高較淺咯。成個下古90年代 Wonder Bra 你有聽？Wonder Bra 是 the original push up bra。Wonder Bra 是係咪票啊 ？Wonder Bra 是 Victoria's Secret 啊？冇 Wonder Bra 是 Wonder Bra。你個票嚟？OK。我所當劍人無情嘅啦，無 healthy 啦，你無興。無 healthy 嘅 actually。咧，伊錢咧成日拖到你 breast， 而且擠到你 breast， 你拎嘅形要變做嘢。constantly 都學打波，還是學查波喺家裡驗了，佢作樣作硬個實起樣咯。佢一個 bra 無好嘅是我古早把 try 過來穿啊，一條有一切都條有入來，條有and then 塞一類嘅 breast to left and right 嘅，所以你 breast 變個開龍高啊。伊是 reverse 啦，reverse 啦。伊去加拉帶嘅，伊去個掉嘅。伊是做你較細咧啊，點樣？伊 push 你成個頭下邊，你 in between 你 cleavage 下邊一 push 你拎哦。and then 一 push 佢你拎起個掉嘅，所以拎邊把刀就個掉。做咩做啊？做咩做情嘅？I think 嗰陣時你上大嘅時候，拎大，你譬如做成個 strap， 成個接去邊去，伊 disperse 嘅 mass。我外邊係 bra 唔知未記啊，但係索雷啦，未記啊，隻 brand。奇怪啊！我係講到啲大包嘅地殼啫，แล้ว冇俾你 design 大包嘅地殼本啊？先你是有的，比我較曉去做查某咯。你查某看一個 model 徛了，我你對唔對？你白皮啊你แล้ว你OK 講到啲大包嘅地殼，但係嗰個 boxer 是
有開頭前零零嘅，then 伊 boxer material 無相款嘛？人講啊，這裡是紅時都學路 woven 嘅 woven 被 stretch 嘅咯，然後後就是學路 knit 嘅就是 T-shirt 嘅 fabric 咯，所以 stretch 嘅咯。我捌穿過，特別冇試過。你看看伊保暖啫，還是講你用伊成間 sport 啫啊？伊頭前伊是學路啊，這裡 microfiber 嘅嘢咯，你個門係做嘛？你流汗咪個營造出咯。microfiber 係咩意思啊？係咩嘢 ？microfiber 係咩意思？microfiber 是講伊是 synthetic 嘅yarn嚟啦，伊遐個散過個油嘅，咱嘅頭毛咪唔知幾十刀嘅咯。然後伊唔是骨嘅線一條嘅，因為骨嘅線你去 weave 下去，伊就是未騰空嘛。哦，伊拔去。啊，伊 microfiber 是actually伊是粗，伊內邊係一個龍膠嘅，又寬又深又 groove 嘅。哦。所以你乾係個營造出來咯。伊個 breathable 啦，伊個係。哦，所以伊是 structure 是到底伊 fiber 嘅，安尼細，伊唔是講到底伊成日淡仔講你名稱部嘅，伊唔是講伊 weave 零無零。伊是伊嘅 fiber material，fiber 會要坑可以加用貴水咯。伊是 down to 伊 fiber 嘅 micro level 咧，還是伊是到底伊嘅線位，伊線伊眼啊，伊眼嘅位咯，眼就叫做線啊。啊，線啦，所以線，那先是伊是 already fiber。spun 做線了啦，伊線下邊伊有 ridges， 有寬呢。哦，哇！我唔知講安尼 high tech 咯，唔知講安尼細迄個影響到the breathability of material 啊。OK，then OK，so 我俾講無相款嘅地方，但係你講嘅係你講有三種嘛？你三種是跟那三角褲三種呢？是啥？啊，佢是三角褲，伊個無相嘛，冚大仔一啲，還是個夾嘛？嗰時咧伊邊啊，伊嘛是膠布無相。哦，伊是伊樹領頭啦，伊褲頭嘅伊無相，唔是褲頭嘅膠多無相。褲頭都半咯，伊褲頭為啥你 sport 先啊？伊褲頭嗰邊位啊，伊 rubber 甲膠甲定啦甲寬嘛。較大啲。啊，你係是你講清爽嘅咧，伊褲頭 normally 是無講正寬咯。你係是搞你清啊，真正 from 你邊啊卡腿邊啊邊真正散嘅時啊，你 short 就無褲頭咧嘛。你無褲頭後尾個順一條線喺度嘛。嚇？G-string 湯啊，G-string 嘅湯嘛，湯是你切個別人看嘅嘛。誒，做咩事人特別嚇？冇估。我 send photo 好你叫 photo 看 WhatsApp 喂。我等佢這邊，但我未記換啦，我真係死人看啊！嗰時搞咯，嗰時笑掉。G-string 程落去咪嗱幾啲哦？誒 ，G-string 嘅 floss 你睇住講咯。係咯。但係人情當時因為你講落情嘅課真係大吧，你咪係人看到你地蓋。哦。你咪看 panty line，but stupid 啊半死嘅啦，即係物件。係咩？那個一個啊，是一地殼我可跟人攞掉，即係再講下卡吹喺邊啊，無薄嘅，下攞掉潮領嘅。嚇？頭整有一隻啊？你話？這是 for sports 咯。係咪攞你潮領嘅？伊後尾你蝕啊，無薄嘅啊，伊是攞掉潮領啲咧，嘅啊。actually 是，迄個是 support brief 啦，黑古嘅時出到 sport 是人穿嘅。嚇，卡吹無靠咩啊？我個穿係你咯 ，because 啊，一路關事咧。更加無穿啊！你看啦。卡吹無薄嘅，你有薄啲邊整，燒你嘅臘腸，甲你嘅女。了後邊你是有攞條嘅 elastic，條 elastic key 夠個嘢。我頭嘅時候，我未接受人哋款嚟樣啦。而家就變咗成間學話都 feel comfortable。呢個吧，OK 啦，你是人出到 sport 嘅人啦。
我一个是阿妹无拿掉线诶，一头 pouch 呢，干那一个 pouch 这头前呢。诶，迄个被帮晒半点是较方便啦。哦，也是理由。哎呦，是，我讲聽。我去 massage 是我請嘅你咯。笑，我頭晚要互人看咧底褲嚇，咧毛毛菇叫我底褲誒，我咪想 drag 進去我 web browser 咯，我就 drag 進去一邊做咗我 web browser 嘅 background 去喎當game。喂，我互人看，我死當叫安怎換我 web browser，真係。但我主要你這是 personal， 你 personal 係 office 誒。我 personal 誒。personal 免驚啦呀！你你安看呢？等我攞看。佢只能看你會看地殼。攞看掉，當機。哇！哦，咩？我看無誒。對，阿張係正啦，我 PTR 我看。完全。誒，冇咪是係 YouTube 啦。哦 ，choose background，clear background，clear background，耶！嚇，佢哋是查某嘅地殼嚟嘅，這是毛毛菇嘅地殼。嚇，攞條線，你講咩啊？你仲頭前阿妹你看好來。依隻係日本奶。對啦，頭前阿妹成日日本奶。誒，數冇啦，咩啊？一特，你都人個情歌燈呢？噃，地殼噃。葛登。我入，我地殼個了是葛登呢，我情 boxer 葛登，我地暑假。對。我 comfortable。天生嗬，我情調啊，伊 texture 上啊，要最corn，你看骨嘅啊。哦，就係 laser cut 嘅啊。แล้ว我就冇一成日要最corn，I mean swimming。特別就 light 嘅咯，一款下就 light 嘅下，แล้ว學先生我情過一道啦嗬，我唔知喎，我 feel 到講零骨。成日無情嘅你款咯，แล้วรู้สึกอ่ะแล้ว成日無情啊，我成日搞喎，แล้ว我就 from then 我就條愛經安尼款嘅 boy 喎，特別貴咯，伊啊無講啊，成日講一 set 啊5條你款無嘅，伊啊你較就是愛買哦一條買，哦一條買，我穿嘅是我穿嘅個板機，特別我講到我自己穿嘅種type of decor 啦嚇，我是自己穿，叫做咩樣我唔知，伊唔是三角形嘅啊，特別伊是上加較低嘅 brief 叫做咩？成個 maybe 是 brief 咯 ，brief 嘅。伊是 brief maybe 是 low cut 嘅啦，像 bikini or 不，伊有卡，伊唔是想三角形啦，伊卡是落嘅啦，哈，伊特別無落個只長嘅啦，落只淡薄，差唔多夠加一家類嘅迄個一邊咯，是格你看到就對，哦 boxer brief 格咯，是格嘅嚇 boxer brief 啊，你較長嘅呢？較長嘅唔是叫做 boxer brief 喎。冇啦，卡一卡卡較長嘅，迄個是叫做 boxer brief，一卡較長。塑料類卡。哦 ，boxer brief 無像嘅長啦。要無像嘅 length 嘛，伊長短無像嘅嘛。哦。我都是甲長短。我是甲短對，伊所以較好切。哈，無我無是甲咪數，我係巴哈嗰邊嘅，我無是甲巴哈嘅有迄個咯，有壓彎。有物件。伊成啊，即係最了。我特晚我問迄個就是因為我問即個四百九就是呢，我感覺到迄穿 boxer brief 嘅時候，當時伊個我嘅褲穿起來時啊，伊個怎講啊，捉做一彎啊，伊個布，所以我穿時嗱點頭啊四百九，因為我穿時候我嘅褲我特別伸手自己。Q 位地殼嘅殼卡可以 clear 人hand 去啊，穿嚟穿去啊，那QQ 伊啊，冇人去捉到你嘅咧，膠內嘅時候真係嘅。你若是講你情啊，你款嘅嗬，
特別一布是熟嘅啦，嗬，伊特別呢啦。嚇對，就是講你零零嘅布無像，你就是寫 spandex 一卡硬嘅嗬，一卡會對到你身軀型嘛，你就是零零嘅嗬，一包哇，有時我覺得講你 Q 掉嘅時候，你借啊啥物嘅時，一 Q 你卡最成 Q 掉你布啊嗬，一布一下一夾你膠呢啦。一隻膠個表見係一隻你女是嗰啲解。你人較少年人穿硬嘅褲。對。我做工嘅時，我嘅褲是零，so gravity 掉伊個 box。掉本。家己穿落誒。特別每次看到卡是新啊是。對，我係卡腿嗰隻舊嘅，我卡腿。嚇，舊嘅是要着起來嘅。我卡推就是你卡新咧，就是 OK 嘅。我真奇怪，我唔是講真正athletic 嘅，唔是講真正，我是做 completely 無 athletic 嘅人啊。我無咪做sport 上面物件嗬，特別我係卡推只舊嘅喎，我係卡推只字擺喎。你有個我係 calf muscle 乜事只大粒嘅咋？個脹肌啦。嚇。我卡酷了。我嘛亂咧管，就就是安尼嘛。種嘅卡嘅人，上加 weightlifting 嘅人。嚇！我等我俾學人看，等陣真學人看嚇，等陣我企起嚟。那個表弟我咪被叫就阿 John， 那阿 John last time 嘛是嘅現在呢？是被看到小管小嘅，我穿嘅。嘛白到啊！等陣我發。我聽到，哎呦死！你看 naturally 有 muscle 嘅啦。這邊嘅嘛，特別有啦，特別薄啊，當然冇。OK 啦，正常啦。我騎掉時都計看到伊 muscle 大粒，我騎起來是別個啲。then 特別我卡推咯，我卡推只舊咯，只大地成個雞腿呢，大地。Because 你 last time 是你係現在嘅問題啩？我現在老落嚟嘅咯。定到現在係咪數？定到大地啊，都係卡到比較樣冇啊？係咯，所以就咪老落嚟咪落嚟。冇啦，有嘅是。你時你我感覺我 genetic 嚟，我感覺 genetic 嘅 ，because 我都冇做，我冇做卡。OK，你看我卡份 muscle 啦，even though 你架你有去 gym 嘅人邊啊，一人特別是問我講，哎呦，你按照你做係咪 routine for 你咖啡 ？Because 我根本冇做嘅，我是嚇我唔係做嘅。外卡嘛想，是哦，外卡真係大機嘅。嚇，你特別問我你做咩？naturally muscular，就是。個拍身我冇 naturally muscular 部位，身軀嚟講 naturally muscular 個 OK。是咯。嗯啊，外卡我想咧，我係做 lunch 㗎嚟。別怪，到時我講記我定陣人講時，我就暑假做咧 Apple Fitness Plus 時，我就暑假做squat 嘅。就是因為我係卡腿大，我係 muscle 大，所以變咗冇得解，我並逼要當肩膀個小掉。OK， 到底咱講到啲地殼，然後我暑假第 boxer brief 咯，特別是叫。特別要緊嘅頭整，伊頭整特別有乾多，伊特別有，伊袂使像地薄邊邊嘅，伊特別有絲嘅，你有包嘅，那無包嚟講下別創開本嘅。你特別有包地咯。แล้วว่า第一暑假買地殼是。嚇，無一巴掌個鉗掉啦，你有咧無嘅嚇，伊是寫，安尼硬字落去，我袂打佢哋哦。啊無啦，佢這是 OK 嘛？無你包先嚇，伊個 Q 咧，伊個 Q 嘅邊啊 left and right。嚇，對，字落去，你看我袂，實一定跟內面三像哦。我回路看啦，伊咧要做安尼款咧，要夾好你一個 pocket 嘅啦，你前股咧點解一形會一個形嘢啊？你寫咧時都看到一家己碰出來，對，所以你一般就成日 follow 你講多咯，對你辛苦嘅。是咯。誒，我俾我是隻朋友嘅喎，嚇，maybe 我叫特別我唔知 maybe 都暑假啦，即係阿 Vivi 話我俾啲考試5條，唔係3條，是5條，然後一包是H&M 嘅，H&M 啲考，伊是H&M 個辦機嘅咩？嚇，辦機對。
我俾 H&M 就只 H&M 好情，比較少同部 spandex 嘅。我สุก一路俾點寫，路俾時候咪一搭得要半嘅，路俾按翻點寫，一學路時寫千嘅恢復。對，แล้ว有咧pin stripe 嘅。pin stripe แล้ว恢復，我只隻 because 我只半段時間，所以我的確家每只隻上嘅，所以意思講啊，路俾請 Uniqlo 啊 ，Uniqlo 嘅 size 較細，日本人啊，我請啊是壓到百到上眼啊，依 size 唔對，所以但係我較屬價 H&M 嘅。我們想，我就是有伊個 pouch 特別要緊有夠 space，你咪即係上個有 cup 嘅可喏，咱咪是特別算 cup 咯。吸嚟我頂到時我穿嗰啲三角嘅啦，三角褲就是一部三角褲有裡面有三角褲有天咯，頭前有絲咩咧，伊度較會 accommodating 咯。伊 actually 有咧，哎呦死，伊有咧有一個呢，一下一個 diamond shape 嘅 area 好如對你 business 嘅喺呢度較好穿。對你計開。你計開條，特別你計開無呢大你表就歹看我穿啊。你是講成 long con 嚇？baggy 咯。特別無嘛？是講計開無呢？伊是蝦米嘅數？應該是袂，因為伊是熟嘅嘛。你若是計開無呢大，伊嘛是伊 still 硬嘅嘛。你計開較大嘅是伊較勁哦，一勁就冇啦。有勁久啊，就零哦，佢夠好穿哦。我穿我感覺到嗬，只大漢本嚟的確，無過只貴物只扮機，真係咪的確。แล้ว我穿啊，安尼一年嗬，佢無破喎。有你的確，我有你的確是穿只久咧啊，伊個手領嗰邊啊破，伊個布邊破坑啊，特別我只件穿唔咁合格嘅。穿久啊，伊布變咗只好穿去啊。對，阿 John 你俾，佢累你俾個條佢累。唔知啊，H&M 除翻。A.B. hands 扮嘢啊。hands 啊，我冇試過。hands 我冇穿，特別我冇試過伊個 design。I mean 伊個 cutting。我啱穿嘅是 C.K。Calvin Klein。特別伊來買伊 outlet 真係夾扮嘢，你去 outlet。我俾佢除，我去當然去 H&M 看看。CK 查某伊冇有下咧，成日 review 我講咧，下咧真正 smooth 嘅下咧 material。真正靚啲嘅。有只 smooth 嘅，good 嘅。一穿了只俗嘅，我甲你講。有一個無線嘅。你就無線。你穿 slack 嘅褲那是只俗嘅。熱天穿只爽嚟下咧薄。樣下咧 material。你哋所以講到 Malaysia 嘛，所以你穿安尼款，成日講 last time 嘛是我加尺啊是有嗬，你咪就熱咯，當 glass 入邊冇 aircon 嘅嘛，所以安尼款穿嘅 feel 就講，它成個冇面嘅爆掉，安尼款嗱冇嚟變就熱啊。A.V. 話你穿嘅是三角啊四角嘅咧？頭那是我是穿三角嘅，但 in the end 我。feel 就講四角嘅 OK 喎，我是個穿四角咯。嗱，我看到啦，當然看到，這個咯。係咩啊？呢個我穿呢個 six pack short trunks 啊，叫做 trunks。伊是 cotton 還是咩？應該差，because 有佢哋嘛。伊 cotton and latex 啊。嚇，這個。伊淡薄 latex。有索索的冇。actually 我冇看到呢個 design 冇啊 ，maybe 頂到時個有，伊是有 pin stripe 嘅，當然這冇 pin stripe 啊，是這叫咩 heather 嚇，這是 heather 嚇，這個 grey。grey 嘅 heather。了。白嘅灰膚色。我就是個穿，安尼啦，安尼對咯，安尼這是 laser cut 了。嗱，你看伊冇線咩？我有閃喎，閃到多嚟，這邊嘅嘢。means 斜位啊，斜。到底你這頭前嘅拋住閃咩？這個冇閃咩？這個得。等我看，那這個唔是閃啊，
哦，你是講伊這邊後尾邊，伊邊啊後尾，伊頭前有嘛？嗱，伊頭前有閃嘛？可能前有呀。這裡有啦。哦，這時候你開，這時候你開你，誒，我唔是，這是 pouch 嚟啦，這是 pouch，這時候你。個燈你哋有閃嘅啦。這時候你pouch，後你接你 pouch，哦，你是講伊邊啊無閃嚟這邊。冇，我是講了嘅是 CK 無閃嘅。哦，誒，但我吹，我 search 時我吹underwear 時，伊不有 seamless 嘅啦，都看我帶進去。seamless 是 laser cut 嘅。underwear 啦 ，underwear。誒，這無了，但我帶哈，嗱 seamless underwear seamless，但我看 underwear seamless 係咪？未必是出雜。這個無算是 micro。哦，這唔是，這是雜嘅，這是啊。seamless 係好清嘅。有人暑假穿 sport 嘅 for sport 嘅地褲是 polymer 啊，唔知我是買互我囝啦。哦，係你成磅啊你啊？伊無只磅啦，我看伊買 material 成個骨嘅 material polymer 啊，樣叫。誒，這是 biker short。誒嚇，本哦，這是媽媽，這是學特別帶。嗱，這學這裡學保險店穿。一頭整個 pouch，這是你kangaroo pouch。pregnancy 嘅 underwear。pregnancy 嘅OK。冇啊，就冇乜 pregnancy 嘢啫。你冇穿冇上嘅，你冇穿上 special 嘅。我 pregnancy 衫冇攞掉咧。哦，你平常時本冇穿嘅，還是就all this while 你本冇？哇，古時我記得是我們是穿我嘅上衫。哦，你變 special 啦。6-7個月人個上講你細隻啦，定你細隻呀？冇啊，我貴大隻。你 baby 生出幾多磅先？6磅執。啊 ，OK 啦，4隻啦。Consider 是 average size 啦。normal size 啦。我係姊嘅，我係孫嘅，就話是幾份啊？8半。哇，你大隻。我驚9磅2啊！哎呦，我驚。不過4隻人啊，我落勤課啊。哎呦，你是唔是有 gestational diabetes？ Nope, nothing. 冇啊，做嘅9磅，會驚。9磅，yes。9磅幾？哎呦，我聽驚。我係拖少個地啫喎，哇！我拖少地啊，幫住地嗬，唔知幫住你啊！我行去樓1 month before 我 deliver 時候，我行去樓梯嗰時吸嘅，我係 pelvic 嘅 coccyx，咁樣叫 coccyx 啊？哦 ，coccyx 啊，coccyx。伊個頭跌浪到一確識嘅就，哇！被驚去樓梯，成個，你確到係成個把戲是啊把佢人，成個人蹬掉後尾骨啊，嚇嗱蹬掉，有，到嘅，你請嘅按照講地球，到嘅，係咪特？三格嘅，哦三格。OK， 你有成個特調嘅票是個錢嘅，還是凊彩本未使唔要緊嘅？凊彩，我屬加覺得誒薄啊。哦，他們是較冷啊？啊哈，然後我就掛嗎？哦，對，應該受慣。誒，特別其實覺得有較熱還是伊是較受慣，特別伊較熱。我說翻 OK 喎，看你暑假係咪啊？我說翻 OK 喎，啊。微微娃娃講嘅 microfiber。Actually, cotton 做咩數人真係人關事情啊？是因為伊薄間內。間內，一個 breathable 門啦。啊，一個 breathable。แล้วตบีเจ้าจะไล่ของสุกหัวลูกกาลุยกว่าลูกเกาเรากาลุสุกกับอี maximum เนี่ยลุยเตะขอเป็นตามเนี่ย10อย่างพวกกาโบซองเลยจ้ะอาจจะลูกคิดเชิง microfiber ฮะ actually อีเบสุกหัวแต่บีอีที่เดียวให้ข้าแม่เหลา出來出來啊ลุยไล่บิงกาโบเนี่ยหิบแล้ว出來แล้วอี evaporate เหีย啦แล้วลุยตัวอีจะแม่ตาลุยเตะขอโบเนี่ยmaybe that's why อันในความเป็น
本嚟 feel 就較冷淡薄咯，嗰時 evaporate 嘛。是啦，但所以成個人穿嘅衫，人運動嘅人哟，下股人自家穿 cotton 時，伊個爽嘅彈簧係咪啦？特別講你 maximum 淡了啊，你變咗有 wind chill factor 咗，所以變咗你變咗氣冷啊，你變咗你別 perform 嘅啊，伊 actually 你 performance reduce 啊。冇嗰隻 comfortable 係淡嘅呢。係啦，一下攝咩料？攝一個嘅淡啊，所以做你成個 muscle 加 stiff 咯。แล้วแบบสุดเชงเลยไมโครไฟเบอร์อีบีโซจุยแต่บีอีติเขาเลยจุย出來 from นี่เสียงกูมาแล้วอีจะแม่ตามาฮะเลยสิไมโครไฟเบอร์ฮะเลยเลเซอร์กัดโบซีแม่ก็จะสิไมโครไฟเบอร์แล้วก็จังเลย我不會即個機關槍你請人在困起來點機關槍 mute 掉 OK 微娃娃淡薄你講OK 那麼那次感謝你來你個幾個來個 OK OK 拜拜 Good night 拜拜 Good morning กันเหรอ係啦แล้วทำอะไรบ่วิว่าบ่ไม่รู้ดูตามมาลูก講你穿嘅時候你對口啊你是講一薄特別一型呢你是 enjoy 型嘅一型是三角嘅四角嘅對ตามมาลูก講四角แล้ว佢後那時就穿四角嘅咯頂當時是真興三角，講到底殼都是上到三角，啦無四角嘅，我細漢嘅時，乜都有四角嘅殼，除了是咧，馬煙通嘅，對哦，係只可能叫做功夫叫馬煙通咯。then 佢熬住你咯。馬煙通係馬煙通啊！我冇聽過哦，就是講好難。馬煙通是一時馬是落嚟，煙通是一時係你尖呢下叫做馬煙呀。對，OK，對，意思講是接運帶誒嗰個尖呢啦。馬煙通啊，煙通是嗰個尖呢下叫做馬煙通。哇！那上聲尖呢啦，攞地上聲。攞地咧得。但係是聖誕細漢時，我係買人叫做天後王困殼啊嘛，咪成日看咯。你做有啲是地，有啲是長嘅咯。แล้ว有人是穿條地，是穿做地殼穿嘅咯。特別我買，我感覺到我我當今晚真啊！頂到嘅是，成日我當定 MCO 去嚇 pandemic 去啊。我到處啊冇穿地殼，我變就要出門嘅時，我感覺嗰隻扛殼嚟咋，會出穿地殼。出嚇！係咪意思是講？你多處冇穿地殼？多處冇穿地殼啦，แล้ว是咩？แล้ว你冇嘅咩？啷個แล้ว我特登掉穿地殼。我冇啊嘛，我冇穿。我情懷。我以為我情懷。情懷係我別使 defeat the purpose， 情懷就是俾靈動係，你就是情懷個穿地殼變做了冇 counter intuitive。所以你冇是情懷啦，係John。我當見冇啦，我拎嘅時候我冇情懷咯，我 draw 嘅時候情懷。當見這個月拎啊 ，this past week 我唔知紅險啊 ，50 60咁樣就。แล้ว唔知แล้ว個落河，其實我當見拎咗，我變做就冇話情 sweater 啊，當見。我咧意思是講嚇，你冇。特別我當意思是講，我當然會穿裙殼，特別我裙殼冇穿地殼。你裙殼冇穿地殼。意思是講你冇穿地殼แล้ว關係啊。穿裙殼。出去個口嘅時只裙殼，冇穿地殼時，我就去做工嚇，我唔是冇full day 啦，還是我去9點過6點鐘แล้ว工做了，有時買行特啲 building 嘅咧，我工就做了，我對厝咯，我對厝我變得慳，我特別偷啊。แล้ว成日出去，即係講 order 物件，俾去 pick up 啊，咩都穿地殼、穿殼，係咪出去？我就出去，我就頭一堆嚟時，我特別咁樣去偷嘅了成啊！頂到時冇嘛嚇。我話俾只殼殼冇穿地殼。你知咩事哦？係咩事？冇話你到處都穿地殼冇已經大了啊！
大了，then 估嚟無錢咯，佢就合起來啊，所以都未關事。哎呀，計強呢！係咪叫多係咩數？大了啊，你電動大了嘛？係咪是多？多係咩數啊？就大令嘅啦，大電動啦，林怕大啦。多係咩啊？多係咩？哦，面細經啦。哦，細經啊。鬧咗。哦，大令啦，應該大令啦。我聽個冇。四百九你做咩？這是咩？等陣 explain。如大媽未使講係咩啊？因為林怕就大都是上加合自己就塔啊。怪罪。我怪罪，超係好笑。冇啦，上加因為你即係我講我未講無情地殼。係咪先？你流慣你卡出流慣啊，只行開。特別你流慣啦，你無情地殼流慣一隻唔大嗎？冇時個，比如地殼時個一代嘅即係會嘛，以 cleavage 會啊。卡穿 cleavage 啊，所以卡穿 cleavage， 哎呦，計好聽啊！你講咧，我是叫做 back crack， 你是叫做 cleavage， 計好聽。back crack 嚇 ，back crack 但係數起來嘛，但無情啊，成日黏咧，只叫你。哦，我感覺啦。其實我看當叫嘛，我到底我 split screen 加490啊，嘅話當叫嘛，我係做8，你看我係唔有冇上邊我人。你使拔到佢啊？你看我 split screen 是唔是成個100？我當然我 split screen。你寫是 frozen 了啊？嚇，個 frozen 個啊？有 frozen 了。789，快將！Hello。789啊幾789？啊？冇，成日你使教我接手一下，或者我老毛咧時你講接手做。係咯，就是要做類件。做一件。你啊，當叫我卡少無用了啊！我加朋友做成呢？朋友gaming。哦，gaming 無用加啊，活路我想做工我無想。一頭我有時根本就做工啊。冇嘛？冇了你無去 clubhouse 為我看到你往時看到你出現一句1 second 呢，夾住。未曉用。你我嘛是 sometimes 接起啊。few second 嘛是出來啊！人家有人講不曉用啊，是你不曉用，你不知直接 try 咩？唔是不曉用咗，唔是不曉用，是上亂，有當時 sometimes。啊，你是用之類啦，你是用 Android 嘛？是哦，489。我是用對。我人8月時我人8月早起馬來西亞，點時8月早起是8點嘅事我都拍過啊。你最國中困一下。到咯。冇，該困你掉嘢。啱掉。You already？到咯，比起國中。安怎你人無問英國中？對，對冇啦。地殼咧，你because 係年代，早年代地殼。用古年地包嘅咋？你咪只冇，你只嘛冇只冇學英國中變，我較大個要就。你到過英國中？我唔知嘛。你講到老啊，即係私人會話話。冇啦，你講無相嘅年代 design 無相嘅嘛，就你成啊 last time 較早嘅是嘅古年地天嘅咯，同咧啊無是安怎啊？你講下你細漢甲大漢地殼是安怎嘅？英國中了甲大漢嘅是有成個換過地殼，成個489呢？我細漢是穿三角嘅啦，特別我頭先穿是舊嘅妹我本無暑假。因為包掉像按了我去中學時我穿 boxer shorts 啊，舊個睇下我穿 boxer shorts 呢咯。哦，所以你無暑假一索按無暑假啦，你感覺到成個我無暑假包掉，所以我一較冷呢，
我是無，我是suka一半一半咯。我是無suka小眼，我感覺就三角殼有咧小眼，特別那是因為頭前拋出位嚇，伊有成個我講要 contour 嚟講嚇，哈咧我都變小眼了，伊咪呢擠落去我都 OK 啊。你我俾嘟好 support， 特別個無小眼。because 你苦了來讀就頭卡嘅書，小大嘅。不是，我特別其實我大，我其實這是嘛搞笑。我唔是大，我是其實平常時穿條底褲時，我看我是哎呀，我再講下。你有人大，你有咧大是你，有咧大是你平常時無大誒，然後會愛大是個大。硬起來啊！唔是講大啦，一徛起來啊是啦，一徛起來啊是啦。無我是要講平常時嗬，穿 normal 時啦，無徛無蝦米時嗬，是伊是慘咯 ，because 你會照尿而家你會照嗬，特別慘咗一隻 catch 嘛，所以你若是講隻眼嚟講下，我無是講你感覺就是講你照尿而家你照咗隻眼 mush 掉，我無是講。哦，所以你特別黏了嚇，我無是講一擠掉，所以when伊爆潮，when伊近來伊爆出時候，伊就會做隻大。樣會 coexist， 特別無錢咗隻。而家一包 correct， 過嚟款咧，對，所以啱嘅啊，嚇，都情視格嘅啊，嗬。sometimes 實時都未 feel 就講一般是會入咗隻咩？較少，那是講有頭前有拋出未咯，頭前有拋出 already separately 啊嘛，伊成日講你 already 有家己你compartment咧就，你特別要緊有拋，你無拋出講別。你拋是要 social distancing 啊。對，你巴下咧是未參到你嘅藍趴。是啊。巴下是未使參藍趴，特別崩潰。查某嘅地殼了，咪查某嘅地殼呢？查某嘅地殼換咧係冇像哦，較少啦嗬。查某嘅林面衫，較少啦，冇黎面衫啫。係咪查某嘅地殼嘛是有嘅，冇像嘅。有無像，但係無安尼係 technical 嘅detail。啊，伊無 technical， 伊地殼是做來看水、清水。有 support 本來定，我是想我再講有嚟啦。無啦，頭前八刀位實索開眼。係你是索。他咪索佢嘅眼咧，佢是 glider， 唔知貴。哦，girder 啊，girder。有一啲講有他咪 support 嘅 is not good。打波啊！打波咪是有。打波有girder嘅啊。哦。當劍啊！我同你講查某嘅地殼啊，會入嚟穿 period panties， 你捌聽過？哦。嚇，伊嚟寫。安怎意思啊？意思啊？你免係白了。所以一頭伊會掃你 period blood 啊，你 period 誒，了你特別伊 material 是未掃，伊未 stay 你啦。未伊是嗰隻，伊是 microfiber 嘅咯，然後伊會白嘅頂啦，是一個 material that is absorbent 嘅。成個 almost like a felt 嘅 material。一對只冇講只舊咧。你會 uncomfortable 嘅攝哦。I mean 你穿白咪是嗰個攝。對啦。你特別你寫陣寫啦，也歹去哦，佢哋白。I think 炸彈會歹啦，幾難以整會歹。係啦。特別嗰隻是用 gentle 寫 hand wash 係咪？特別真係好清哦，伊真係好。所以你變成講 get stay 你看啦，你變 get stay。伊個 breathable 你看。
那是講我 mother 啊的背啊 I think because it is heavy duty 咯，也係老 heavy duty， 所以條青沙條。一頭一背白啦，嗬，一直背啊一款 heavy duty 嘅白嘅喎。咪是嘅啦。我咪是做 heavy flow 嘅嚇，有伊 period band 有嘅真正 heavy flow 嘅門誒，我咪穿過，真正 comfortable。哦。你特別你自己洗，你 stain 啊，嗬，你洗。特別卡哈咪咯，我感覺到唔是卡成個 eco friendly 嘅。特別伊 stain 會流。I mean 講血啊，你有當時 normally 血啊，若是講用有當時一打了啊，嗬，咧你用普通嘅 detergent 啊，maybe 未濾完全濾嘅了咩？伊 stain，I mean。我有嘅是黑色咯 ，OK 啊。哦，所以我可能冇咩看到。黑色嘅啦，哦，冇咩看到。color 是maroon 嘅色。哦，所以條第一種。冇白啦，伊是 microfiber 嘅樹咯。啊，伊是 microfiber。啊，所以伊甲用洗咯。伊無呢夠條物件。特別無便宜啊，一條50塊呢。哦。美國類。แล้วรู้ตัวรู้จริงๆเอตาฮันเนาะอาสิจะไปว่า6點鐘8點鐘咧อ๋อแล้ว我冇想到冇講รู้น่ะสิบ่嚟講รู้น่ะสิจะไปเชิงเลยแปะ嚟講รู้สิจะแก้จิตเตมีแกนะฮะจะ uncomfortable ล่ะ是唔是แล้วอีกแปะกับบ่เนี่ย breathable อ๋อ because อยู่ใน Gallus Air จะแอนจะสู้是唔是แล้วอีเจเลยบ่เลยสังกัด講你 Gallus Air material 咧อีบ่สังกัด講你好รู้สังกัด你แปะจิตเตสังกัด抓นะฮะบ่บ่抓特別像 plastic นะฮะเนี่ยไม่ทองเลยOK 啦，伊面頂是無相款嘅 microfiber 嚟，伊會底冰嚟，如成千塊嘅冰啊，伊未通過。哦，伊上面比如成個河山，可能咪掉咗條。冇特別真軟嘅喎，伊面是成個嚟。but 你係水嚟講，伊未攝出啦。伊未貴，I think 伊成是 specifically engineer for 伊嘅 material 可能。唔知啦，就做啦，我冇咩曉特別。你叫做咩？嗱，寫落去咩？你叫做人做錘，叫做 panty liner panty 啊。period panty 咯。哦 ，period panty。有幾哪咧？有一個是名咩？頂啥？嗰一個名。我冇聽過本啊。Nextwear 上面唔知，伊人開始 advertise 啦。真正 actually 當佢，actually 國家好 because。你困嘅時啊，伊未裂咯。哦 ，because 伊索邊啊個了。嚇 ，because 伊是啊穿地殼嘛，伊未裂。because 你穿白啊，你困嘅時啊，往時啊你最掉啊上面啊，你白歪一邊啊。所以講嚟講去是歪咯。係咯，一會掉 stain 咯，對，特別即係地殼味。你即個地殼，伊即地殼，伊殼卡冷嗰邊咪是卡硬咯。未啊 ！I mean，伊有淡薄熟咯。I mean 係。伊未成講伊攝出來很難 ，because 已經成伊對到你成 fit 掉你身軀很難啦。嚇，伊 fit 得啦。特別唔講只硬啊，伊 quite comfortable 啊。我個 brand 我 try 過。你是冇個新嘅 new discovery 啊？聽到冇？冇啦，幾多年啊？啊，你把怪新但 relatively speaking 成個講。I mean，一人捌 try 過啦。特別 even 即係 company things，I think 到 Malaysia 冇談比啊，當佢。你就係 because 你就係即係馬來人啊，伊人穿白，伊人滿條寫就應該 I think 伊人笨蛋嚟數啊。哦。成個你笨蛋個人啊，就咪。哦，對，人袂使講個樣家己嘅血，客家氣嘅可能。嚇，伊人條寫就白。呢是真麻煩咯，我感覺。特別我感覺 things quite popular 啦，到底，because 是地殼嘛，所以寫啊貴錢貴。我冇問到佢哋拖回呢個調到啲急處嘅 clubhouse 拖回困咗未？係拖回嗰啲。哇，嗰啲。係拖回你情人咗地殼。哇！三角殼。頭先個包少。
有啥？有啊，有pouch啦，計底啊，แล้ว你接落來咩事情啥個開？接落來先去嚇，不啦，是最細漢嘅時是穿絲格嘅啦。哦，我不啦到頭邊，我細漢穿三格，大漢咧20幾歲一個穿絲格。我哋 explore，actually 我其實係咩？我是 try 幾日到冇上地殼誒。แล้วว่า特別要緊我哋要緊嘅路等啲乜我是 prefer 卡啲啦卡明แล้ว特別要緊是 pouch เนี่ยthen 路做咩事我諗起話呢路是感覺到冇爽啊冇爽咯上這波上這波誒做路 drop 本有幾時是都做嘅所在到啲卡明冚掉是啦我個暑假我多處時個暑假挺可能嘅啦登科蘭就咩事？冇情的確隔了冇情嘅登科蘭咁有冇聽過啫？登這是我媽嘅話講嘅。登科蘭哦。嘅意思是講偷課啦，直頭是無情一出。通可能就是講直頭冇情偷課冇情機課啦。一入面是講出去係咪半無情嘅啦？冇咯，而家多處啦。多處是免情的課啦。我有聽講是講，我有聽講是 actually 大波是賣情地課嘅喎，多處。我不聽過掉。好嘅喎。有時講北上安尼，你山青曉。無啦，人講大波根本係發達啦 ，because 你做你嘅諗法上抓，你嘅 sperm count 較正咯。特別好話是被傷嘅意思啦。comfortable 都是我情嘅好事。搖來搖去啊！你看，搖來我是。白咯，特別我講聽我情你視覺課嗬，我對起馬來西亞時我都冇做咯，我係成日感覺到成日流汗。我把你個插不要緊啊，去請 commando 咯。我學音小啲，嗰陣時英國隊啦喲。我未請地課，我成 rashes 過後做啲流汗。所以先你唔知頭。一年幾兩年啊！我出去我穿我denim 我無穿地褲，未打慳啊！denim 嗰啲舊。穿 denim 啊，都免穿地褲啦。denim 係舊了嘛。係啦，唔知嚇。如果是你 material 布嘅時間印出來啦，你只要同佢講 hello。你 zip 試下小心唔好。裝把 zip 過啊！就把 zip 過，我把 zip 過嘅先係事。穿 Levi's 甚至 Wranglers 一有溜滑嘅冇 zip 嘅。butterfly 掉。butterfly 頭是正硬啊，個硬頭。對，我們就是個。三粒唔開㗎了。對，有當時啊，我去幫助嘅時候，穿 butterfly 啊，就近學嗰條安尼，I mean 頭是硬啊，特別嗰條 button up， 嗰條 button up 落去手。button up 嘅近課。我每兩間打波啊，我最近咪咯，我去針板嘅時，去針板時就只講看人，但係頂住我去 baseball game 上面就借人咯。有啲人啊，一夾掉一追，一手夾掉一追，咧一去針板嘅位，咧一手呢，安尼攞佢手，咧一部尤其一按時比好，一直頭部一 man control 嘅喎，然之後一 control 一邊，我特別見嘅喎。意思即係幫助你啦。可以拖出嘅時，拖出嘅時都冇插意了。特別一拖出咧是，你免成 control 嘅 flow 嘅咩？我知我回路。我回路係幾點嘅？幾點咪 point 到你啊？幾點？講你北京是幾點啊？北京是平常係咪1:00？我唔知喎。你是5點、6點、7點嘅，還是7點、12點、1點嘅？我唔知喎，按咗看我唔知 direction 就點。正嘅你啦，正嘅你。
你 OK， 你穿底褲時哦，你手起來點聲，伊是幾點？哦，你是講你穿底褲時，你要安怎下 position 得嚟啊？嚇！哦，等陣，我頭先想到我未記起好個就係等陣，我頭先去幫助隻先，等陣講講。是安尼是12點，有人翹起來12點。啊！I think the way 阿 John 講嘅你樣手嘅物件 ，probably 伊人嘅是 facing up 嘅咯。So that when 你頭嘅時，一出來點聲，伊 position 冇上了嘛。一頭另外，當然我就走出來啊，就只有幫助啦。我係落嘅喎，你特登用手嘅咩？啊無伊 face 落嘛。無啦，個一個意思啦，個一個意思，美國較濟人是割皮嘅，割皮你免使見嘅 ，because 你皮就無了，人無割皮嘅，你特別掉伊皮去後邊可以免垃圾，可以免搞掉伊膠咯。啊。哦。你講叫你幾點嘅？我穿 boxer shorts 定就是6點咯。哦呀，你穿嘅是你靚嘅 boxer shorts 啊，對。嚇，靚嘅 boxer shorts 定就是6點嘅咯。是水你俾係啲漳州餅嘅卡，是刀州餅嘅卡呢啦，你講呢啦。係咪是5點還是7點咯？誒，我真係奇怪啊！我細漢嘅時愛穿啲漳州餅嘅褲，然後我較大漢嘅時愛穿刀州餅嘅褲，唔知係咪數啊？少嘅，你係多少餅？冇理由嘅啊，冇理由。啊，係啊，好笑啦。係咪我冇聽到人講？誒，別叫我 rewind 等陣聽定。我幫住。你若是去T3嘅時啊，啲英國啊，伊人真係優秀嘅，伊人會曉問你啊 ，Sir, do you dress on the right or the left？ 哦。你照是正病是倒病？是俾梅露係你照是係你照啲嘢正出病嘅殼，殼卡啊是倒出病嘅殼。哇！你等嘅啊，我冇喎，我免嘅喎。你特別喺等，特別係去倒病正病嘅咩？我係 pouch。你咪特別正等，你個特別係你第三支卡係到底倒病卡，正病卡。because 你那是掉落，你特別水，安尼看了，那是你穿較暗嘅，伊翹起來，伊較無吹起那邊會靠卡咯。哦，但係你冇講幾點嘅時候，人講起來未？是啦，幾點嘅好？我是6點嘅喎，我是直條路嘅。你只6點嘅，你愛得是5點啊7點嘅。等我看啊，5點啊7點對，5點啊7點。你就開嚟看。你特別吹起那邊你靠靠呢？等陣我去走去邊去看，等陣。啊！特別去看啊！哎呦，來互人看本。哇！講到佢去看，手棒棒嚟知啊！那是，係啦，那是，一怪我6點喎，我差唔多7點，6點半呢啦，6點半7點。6點半你半攞餅嘢？係咪嘅？係咪半攞餅？南趴一餅，哦，一餅。冇喂南趴，就是我蘭州到啲南趴係正面，你媽都唔是到啲中嘅。啊！你是講你咪你特間知你照到啲你南趴中嘅啊？伊唔是到啲國家，唔是到啲正面，你個冇，你個絲襪狗。你本是特別小啊，你係絲襪狗嘅鼻子卡落，還是你係漳州餅嘅鼻子卡落？哦，你是講你話呀？我想你講，你是講我女呀？我是講膠啦，不是講膠啦，特別有嘅打波卡老嘅時，伊嘅鼻子一餅卡落嘛。哦，我不是冇佢冇隻掉，特別人講伊膠，人是成個普通下落來，可能是伊曉到一邊曉對。我都覺得講咯，伊差唔多成個，我是人看點先是 from 外口人看來嘅曉，外口人看來嘅曉，對。你12點是大仔啦，對唔是
12點是坐仔啦，6點是會地頭卡啦。跌起來。我是頭先我講幾點6點半咧，6點嘅7，唔是我唔是講6點半開起來攞掉，我知你講係咪數啊？我是講between 6甲7嘅中位，我叫6點半。我唔是講。要50萬啊！你個司馬搞，我個司馬搞嘅 reaction。哎呦！你別鬼買堆嚟啦！咱後生囝、書文囝，咱老姨老爸老姐嘅啦。袂歹勢，所以我咪是成個一between 6，真正我6點未必較過去淡薄所以差唔多 between 6點甲7點嘅中位。所以我係食跌咯，食落啊！特別我捌看過人穿底褲特別好起來啊，係啊！下到你去頂面，你會話2點還是3點，還是11點、12點嘅有人。你講話人幾點？有咯，大名嘅嗰啲咯。大名幾點？大名係定是1點還是11點，我未記啊。哦，我真係猜大名幾點咧。因為佢個人講了，你在咩事哦？因為係你細漢你只 particular 哈，你穿底褲時，你無只 Q 咧，互你咕叫對起啊。如果係手指嚟件11咯，一你咪 face down 咯。對。你一隻借啊，是用隻 Q 起時，伊下面按咗下就按咗下咯。大名即係阿 Yun 就阿 Yun。按咗你知嘅了，攞咗隻穿底褲咩？因為我人講了白偷看嚟邊嘅嘛。你 never join 我人嘛？我人讀冊 tuition 你點寫走去 hillside，但 hillside 冇你自住啊，大家去銀套啊，去白去搬住咪啊，咪是看嚟個。咧直過嚟之後，所以你就 OK，等我別人，你幾點嘅？你是8幾點？我是5點嘅。5點 OK，แล้ว別人個別你答489嘅，489你幾點？你唔知往講咩個 ？OK，等你往幾多人講嘅時候，你會再往 catch 到往講係咪？英國點咧？我就講咗6點嘅。哦，你6點我冇6點喎嚇 ，OK。แล้ว到嘅咧5點。5點 OK，แล้ว個別你答報就係機關槍。幾困了？機關槍困了。即係呢冇冇白咧？安裝是講幾點嘛？我是向起嘅喎。哦，向起嘅喎 ，OK。所以那是向起大仔就是12點咯。哦 ，OK。所以你穿底褲時，你特別向起較 comfortable 啦，所以你特別安尼好起來啊，該破起來啊，該穿底褲啦，對。有會話話？你那是你無穿，等陣要度看。你是我免好起來，我無安尼等。哦，特別你就係穿就實起來啊啦。OK，但係你是 naturally 生成嘅款啊，所以你幾點？你12點㗎，是2點還是11點？所以是講12。特別係掉跌咩？掉跌去咩？跌誒嘛，唔是呢咩？有嘛是 slightly 嚇 ，slightly 的 OK，so slightly 啦，你 slightly 是去可能就是去多手柄，咪是11點咯，10點咯嚇。哦，嗱是講按你款算嚟講是向9點 left 位就是1點嚇。哦，你1點啊 ，left 你係 right 啦，多手柄啦，你係 right。是1點啊，是2點啊，是3點。嚇對，你係多手柄對，嚇你係 left 是1點對。11點咯，乜都是2 left 咪是11點啊？2 left 是11點，不，2本身自己看落來是。哦。冇啦，人看啲路嘅面景啦，隨安尼看啦。哦，人路嚟看啦，我面景嚟講唔是1點咩？1點啦。So 路係 left 啦 ，wide right，對對。是1點咯。我唔就係講個句點，咪講個句點嘅。我冇聽到路程是3格嘅時候。都俾3格，你家會翹起來嘅嘛？是啊。誒，3格被翹起來，3格。你都俾停3格嘅啦，你家會
翹起來，因為眼呢，你若是講視覺嘅咧，若是講視覺嘅嗬，伊就會較，伊對條時正行啦，然後對條時正行，伊個等佢幾點？4點誒，就3點，3點。對，如果是正視覺課，伊未見到呢，按咗伊都落來是1點嘅啦，伊個拍落淡薄是2、3點咯。伊是被拍落去變5、6點咧 ，because 你 ship 冇時間，就 out 嘅啦。有啲係落去你是 out 接嘅嘛。Clubhouse 人個就冇每個即係嚇 BK 嚇，你冇每個偷去，你是係咪幾點嘅？我11點嘅三角課就1點 ，OK， 舊 view 我想，原來啊，我頂到嘅時我捌看過人穿地褲時候，唔知是裝啊，我會記，嗱穿地褲啊，穿嘅時都叫做好起來，然後反，你看到買地褲，你看到伊個棚是得一邊嘅嘛，然後我想講，maybe 穿地褲特別好起來，你穿較 comfortable，咁咪 try 咯，未 comfortable，所以你特別家己伊曉得咯，特別naturally 對啦。時陣細漢穿褲去就對了咧嘛。所以伊咱人伊是彎路了嘛。即個咧489誒，幾點你隨條在條位 ？Sorry， 489幾點？4點半。4點半。Between 4個5呢4點5點條面不，你行路誒嗬，你坐落嚟陣時，你未 feel 到 uncomfortable 嘅咩？伊部定按咗無咁多。你若是講定起來呢，有當時。定下啦就起啊！你就唔是幾點啊？你變咗起頭整起啊嘛！你若是講你行路了喎，你定起來若是伊白起來是國梅會出嚟，我會出啊！伊條國梅咯，條國梅咯。是咯 uncomfortable 咯，咪是人輕騎咯。你係起嘅呢？你係起嘅呢？成日1點啊，11點半好啊。特別說伊定起來那時候嗬，伊嘛卡無安尼，袂安尼 uncomfortable 咯。袂安尼 uncomfortable，人袂看到。人家袂看到，特別你點定咩？冇啊嘛，你就唔是講點定，出門時乜都定。We was start 嚟幾隻 on 嘅嘛。幾隻 on 你咪要穿 T 嘢啊 ，T 嘢地殼。冇嘛，你聽到你講依嘢咧，你可以聽到啲聲咧。T 嘢。呢個拍啲 kick 出嚟。冇嘛 ，sometimes 都會 trigger 條路係咪嘛？唔是咩？4點半，我哋講到這489嗰邊4點半。Actually 這489他媽啦應該知了 ，because 伊條情博士是你伊個咧，去動到伊較大有嘅時候啊。特別4點半係動到較大，唔是動到伊，唔是較大有，是講較大就比較長嘅動到較大有。我是一直動到伊個巴哈數4點半。巴哈，伊困嘅時嘛動巴哈。你講伊只長啦。伊困車時嘛去動較大有咯。伊 already expose 伊個長伊個領了。我嘅衰啦！你都看伊目睭。我食啦，我未掂，所以我講嘅係人看人 happy 食啦，冇啦，可能。你看伊頭先伊目睭，伊看面啦，489，你估我對嚟是就會講伊4點半係。我諗呢事嘛，咪時間你講我冇意咯。OK， 咱咪說啊，點背正啊 ，OK， 感謝各位聽眾嘅4點半哈。頭先麥當咱對到嘅時候就講，489 4點半就知啥意思。都見起來5點，空切換啊，講下5點半。5點半是我誒。我冇困了，冇講了。阿 John 你無每條最大波愛情查某嘅地方。人家講咩？我冇 try 過。你冇 try 過啊？我唔冇 try 過。
真正坎坷情咯，有真正，哎呦，真正白哦。唔是干那 gay 打波了，知無？這是情，這是情是，這是情啊！伊人是成個 fetish 了，這是。哈，家己爽，伊是情是家己爽呀。哦，特別伊爽你唔是 sexually 爽，伊是情人 comfortable 爽噶，還是成個 excited 咧？本是 parasexually 爽啊，是什？我唔知 ，actually 我無蝦米明白，你知無？我去學堂嘅時啊。我去學堂時，我有一個好朋友，伊是100% straight 嘅，我講聽，伊100% straight，伊是愛查某嘅。特別啊，伊內邊伊嘅 locker 是特別有查某models被advertise 查某嘅內邊衫穿 bra 穿呢個。但人上講伊是係佢哋 poster 是要看伊查某。啊，特別是要 shopping。伊嘅紙啊，我較親近伊嘅紙。伊嘅紙講我聽啊，伊是伊嘅衫，伊愛看伊嘅衫，伊嘅底褲啦，伊嘅 bra 啦，係咪？然後伊特別叫伊紙去買互伊啊，伊嘅 sexy knickers 個了，伊愛穿嘅喎。哦，所以我唔知，所以是平常時穿 daily 係穿成啊，when 伊家己要爽嘅時穿嘅呢？都冇乜嘢啊。穿平常時嘅去做工嘅時候。哦，唔知是，穿一爽。你穿咗 maybe is comfortable，還是maybe it feel like 成個 natural 就對伊嚟講，成個 what do you imagine？ 伊是inner satisfaction。啊，伊是 fetish 來，我想。fetish 是 fetish 來，特別伊是特別伊是 straight 誒，知無？是特別，我問到人講 fetish 啊 ，fetish 特別是，都特別成個有 arousal，你suka 隻物件，你特別有 sexually arousal，แล้ว個叫做 fetish 呢，還是你成個 obsessed with something 就叫做 fetish 啊？你特別有 ，I thought 你特別有 arousal，I mean related to 你 sex 嘅是叫做 fetish 唔是咩？係啦 ，maybe。對我嚟講啦，攞去除啊 dictionary 我除看。我哋看。fetish 嘅意思是 related to 對我嚟講是意思有關係㗎 sex 應該叫做 fetish 啦。都除掉未？ erotic that means 有咯對 a form of sexual desire in which gratification is linked to an abnormal degree to a particular object, item of clothing, part of the body, etc. That means 你有 fetish 你特別有爽你嘅成個加做就算做 fetish 啦。所以若是講伊是 fetish 嚟講，伊特日穿掉啦面上底褲，你咪是成個講，我感覺到 maybe 唔是 fetish 嚟 ，maybe 伊是成個 identity 嘅呢。所以成個為了伊是 feel 到我被穿 ，maybe 成我唔知啦，那這 topic 是真 complex 嘅事，所以我哋想會打波有呢 fetish 呢？我真係特別有呢 fetish，特別你穿掉時你被爽咧。嚇，就是啦，我就是要講有你是 transgender 嘅部分，所以 maybe if 伊嘅 identity 伊有可能是本呢？無，這唔是 identity 數，伊唔是要做查某，伊唔是要做查某。特別嗰時講最 complex 咯。查某伊可能屬於查某內邊衫。我是懷疑啦。伊愛好伊我伊係，伊愛好這是 fetish 啦，這。對啦，我另外一個 theory 就是講嚇，你若是講 fetish 嚟嚇，你 fetish 你會成個 reserve to 你成個會爽嘅時用嘅嚟啦。冇特調講條有一個嘛，條 climax 嘛。哦，特別了你 fetish 你咪是。伊情愛爽嘛 ？I mean 伊是 erotic 啦，特別。everyday erotic 咩？阿再冇。I mean constantly 你只做了做工咩 erotic 掉咩？有啦，就是有嘅人就是屬假安尼物件嘛，你唔知啊？啊無伊人 advertise。你未成個成喲，該無影了我特別成個，it's like clubhouse to 微微娃娃呢，你知道？你看。
有人愛全國 ring 嘅啊，一季節全國 ring 嘛。哦，對啦，上嘅嘛。特別 cock ring 唔是想要做好伊個即個伊個招招卡買大伊個招女人，係唔是？唔是啦，伊是。是啦。我阿 John，所以我講嘅就是，我阿 John 所以我講嘅就是 inner satisfaction，伊suka 這物件。inner 係咩 ？satisfaction。啊，你那是愛 Prince Albert 呢？係你全部季節情啊？係你都唔是 fetish？季節24 hours。係你都唔是 fetish 咧？係你是成日講情緒？唔是啊，我唔是啊。Prince Albert fetish 嚟啦，嗰個啊，piercing 佢了嘛是。冇啦，你是情緒呢？冇啦，咪有人情緒嘅。最看。冇，含起來阿 John，阿 John，你加個做無 Prince Albert？唔敢，我看我係咕咕叫佢啊，所以伊我嘛是驚，我嘛是驚。客姑住講啊，住講piercing nipple ring 嘅，伊唔是講大刀成個嘴掉伊衫成日有掉，伊是爽啊，伊是大拉 Q 掉啊，要聽。冇，伊就是暑假呢嘛，就是所以爽咩？我成個人講嘅咩啊？係人講你叫咩？係咪？就是有一個 term 是 arouse 叫做學嘅話叫做超去超是，去超嘅時，你會當到伊 sensitivity，就對你領頭嘅 sensitivity 是會爽，特別你無嘅時，你無超嘅時啊，平時做到呢時，你會拉實成個直接跳呢。所以有啲人，when 你成個起超嘅時，你會 turn on 咯 literally， 你 turn on 嘅時，我成日講 turn on 嘅 switch， 你 turn on 嘅時候，你就甲會有咧像是聽嘅感覺會變做 pleasure 嘅。無啦，就是人穿即個領頭嘅即個 ring 嘅時，伊都是。點都是愛安尼嘛，一穿衫就掉嘴掉的嘛，對。我邊你講咩？所以你去做工下面，伊嘛是安尼。我真係 distracting， 我對我真 distract， 特別我真我 compartmentalize， 所以我 compartmentalize， 我是成個 OK， 等我幾點時我起笑嘅點先嚇，當緊無。無有人你唔知啊，有人講有人。出去啊，掉啲冇穿地殼啦，無啦，無就穿查某地殼啦，是macam安尼物件。OK， 伊使是 consider fetish 啦，特別你是特別想，哇，我感覺大 ring 咯，嗬，點，有誒人暑假咧。係啦，我是未曉，我去做了，我較知有可能情形發生嘅。哦，你是情，你是被情笑，你是被對人情。因為我看了真爽啊，一個 ring 啊，你看那啲領頭。哇，聽死，哎呦，該聽呢，我頭。哎呦，假如講丟了解咯，但所以 after that 我 give up 咯，因為我當piercing我就 give up 咯。你成日就睇。係啊，我 give up 咯。一隻情緒嚟。最有嘅遐。冇白。冇毛病啊！聽到啦，我意思係到伊領頭嘅位啊。客姑我有啦，我指我領頭我魚啊，嗰啲都有嘅。哦。你會打下鼓你領頭？伊 feeling 是安怎啊？成 electric 嘅呢？係咪特刀定嘅咯？哦，你領頭特別定咧，意思你咪是你會成日感覺到聽可能啊？你吹啲其實就聽嘛，一吐就佢啲領頭。對啦。有一聽是爽嘅聽是聽。我驚嘛，所以我古不叫就佢。都是啦，我不是叫啊，我古不叫啊，佢拿咬嘅會啊。我不是拿出來啊，跟你講，我是冇搞定，我拖出來啊。你打下鼓，你幾時偷去？一年幾啊？喂，你打下鼓啊，一年幾？我打下，我準備是我偷時你，但我整一個時隻 match 嘅大垃圾。哦 ，Q 掉，哎呦！哇，當佢講啊，我卡梗係衰啦，當佢你講我卡梗係衰。我特別你成日講
earring 啊，你拍落去形啊了啦，有當時搞咗本係甜咩？我看成個人無感覺呢款呢。會甜誒，真係未，成日都冇。會甜啊 ！Of course 會甜啦，真係未甜。會甜誒，伊你穿 stud 個冇呢解，還是你穿 ring 嘅個解？嚇 ring 嘅搞掉，啊真係未甜。了，你爸都唔是你特別你是爽嘅啦，你聽是爽嘅啦，成日講。我唔是聽，唔是爽嘅，是我自家穿 ring 嘅下姑。你下姑時人是講你講 left is right, right is wrong。我個掉底係，我個掉底係即係 right 咯。I start with right one 嘛。啊哈。嗯哼。แล้ว after that 我去拍 left 嘅時咯，แล้ว我一邊穿 start 一邊穿 ring，我個仔講 ring 嘅入 Q 嘅時間聽佢 start。哦，哇！如果攞餅啊，嚇，你煮嘢就麻煩，煮嘢時你常常愛去夾洗水，用水嚟洗，啊無伊嚟垃圾嘛。嗯，伊個係咪啊？發紅，發紅。啊，แล้ว就係會嘅時我記法就係物件 ，before 記法嘅時我是實擦增加油嘅時咯。แล้วจริงก็有感覺到個爽嘛，我很啲換色，แล้วก็มีไพ่ก็มีเทีย我被講啊，我被講白字做真假嘅啊，即係嗬 John 啊，你講無白是算是 fetish 啦，你冇啦，你冇話做咩？你冇啦，我係講是啊，我係講 John，你 consider fetish 呢？我阿 John，咁人家唔佢隻 topic fetish 嘅 topic 咧？得曬開。I mean gili， 就最加講呢個啊㗎。啦，上 heavy 啊啦 ，fetish。我加工是估啦，冇計加工嘅。แล้วก็จะ等陣我媽會講講哦，真假出真假要誒 nail polish 或者我會講 nail polish，because 我聽到是我冇只暑假 nail polish， 我看食只水吉辣呢可能，呢個時候我只擦掉嘅時啊，我感覺啲真假成個被窗開哦。冇啦，梗係鬆啊！成個隻眼面，成個做安尼冚掉，成個你冇眼睛時，你感覺到你嘴咧，成個眼面嘅冚掉。你真假本嚟被衝開嘅喎，你真假。你冇話白有物件講。OK 啦。我就話咪擦咧，擦我唔係得講擦咧。真假有衝開嘅咩？冇啦，依家有隻眼面嘅，你 feel 到隻眼成個舊咧冚掉啦，肯定。但係你講嘅嚟啊，擦得個舊啊，特別個細個骨個水，但係個骨，你阿伯我個把 try 佢係 extension 咯。extension 我 extension 我去 McDonald's。